上午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、今仔、過去、將來、今日、前日、後日、年、月、週、日、時、分、秒。Olivia， 今仔幾點鐘？今仔10:15。唔係，我忘記今日晏晝要交作業。唔對，作業唔係晚上交咩？係啊，可能我記錯咗。係嘅，今日8點交。今日做好唔聽，我尋日就做好咗咯。